各位學，上日咧我曾經發過一個加寶寶嘅視頻上去，但好多粉絲咧就喺咗視頻之後就問我，佢話你呢棵加寶寶點解斬到棵樹傷痕累累呢？咁今日咧我就呢個話題，我想解釋一下。首先你睇睇我呢棵樹先，呢啲就係之前我斬上去嘅疤痕啊嗱。最近我呢加咗一個幻果直情係成條豬嘅眼果咋啦。哦，點解我會咁做呢？咁我話俾你哋知，所有喺我屋企上邊天台種嘅果樹，每一棵果樹去採用一種方法，想去令到呢棵果樹將佢嗰個開花同埋結果嘅時間咧，就按照我嘅意願去走。咁我又為咗一種研究嘅方法去用呢種手段嘅。我玩過咗之後，佢啲果可以地面一直掛到上去上邊啊，有咁多果。大家效果方面由你哋自己去有咪有冇啦。呢啲加寶果樹有幾大樹齡先至開始適合玩果呢？咁我認為係冇一個標準嘅，你哋想要幾時就幾時就係啦。至於呢啲加寶果樹，如果你用得適合於生長嘅混合口，佢後期肥水充足嘅話，佢就好容易開花掛果嘅啫。